印度风台海鸥伫咧吹落登陆越南，也甲因算断到真厉害哦。当地是有数十万人所开，也有上百航班取消。海鸥进前伫咧菲律宾已经造成114人死亡，127个人失踪。即马新的风台风过来，拍算近2天就会接近菲律宾，当地政府也随时在监测状况。 越南甲内省即间饭店的玻璃窗仔门规拢破去，风一直灌入来，咻咻叫。海鸥风台吹落下到登陆越南的中部沿海，上大风速1点钟149公里，厝顶挂予伊掀开，树仔、电火条啊，予伊嗷嗷长，一个10公尺悬的大影。 là nó rất cao nhưng hồi giờ là chưa bao giờ thấy, nay thấy. 當局甲6座機場關起來，國內省超過26萬人撤離。海鸥風台是今年侵襲越南的第13個風台，威力正強。政府部署超過26萬8千位士兵待命。經過地勢較低所在會做淡水，農作物會受影響，尤其是中部高原的主要嘉比山區。海鸥風台侵襲越南進程已經對菲律賓造成嚴重的傷害，上百人死亡，國家進入災難狀態。 na may potensyal na maging mas malakas pa itong natin napangalanan na UWAN. And so we are also preparing for that. 苏武市附近的日落安定，在大水消退了，发现几落10具尸体，厝顶外被掀开，车回车架拢贴做伙，落的4月拢是粪扫废弃物。当局讲救援行动抑个物资的分配，因为路未相通，无法度送到位。 即马上重要的是先清废弃物，找可能抑个活掉的人，也好救援物资赶紧入去灾区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